慶祝發佈會星光熠熠，準備好擺脫現實，一窺全周最耀眼的名人和社會名流的奢華生活嗎？風名人社交 Crazy Celeb Social 是首部來自香港的英語真人 show 節目，連7集的真人 show 節目《瘋狂名人社交》將於2025年3月下登陸 Amazon Prime 全球首播，萬眾期待的真人 show 節目即將上。瘋狂名人社交引領觀眾跟隨鏡頭深入窺探香及亞洲名人和社會名流的璀璨奢華生活，捕捉們光鮮亮麗的巔峰時刻與大眾意想不到的低。由多才多藝的劉晨芝 Adrian Lau 製作，瘋狂名人社交是一通往精英世界的後台通行證，揭示鎂光燈後線人資的故事。製作人劉晨芝是首位登上美國 Billboard 流榜頭10位的華人女歌手，這部作品更是再次展了她的創作才華。節目於3月12日在本地著名酒吧 AOAO 舉行發佈慶祝活動，主演的明星以及城中隻手熱的社會名流，以及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全球最活力都會之一的各界精英親臨現場出席發佈動，包括演員劉晨芝、周家慧、莊思敏、李成澤、劉倩、蔡頌思、杜賀嘉賓、樂基兒、莊思明、翁家瑞、柏天南、建東、翟威廉、郭嘉文、何艷娟、張新月、何浩文、胡敏、松岡里奈等，星光熠熠，場面相當熱鬧。劇組希望過這部勵志的真人實境節目為女性和亞洲觀注入力量，鼓勵他們追尋自己的夢想，擁抱這趟特的人生旅程。無論是忠實的真人實境節目粉，還是對富人名流的生活感到好奇，這一連8集節目都保證會令觀眾不能自拔，置身其中揭示還背後的真實人生。精華預告：瘋狂名人社交部，社交名流生活中的高潮與低谷，包括親密對話、情侶關係、個人挑戰等，一切都充滿戲劇與趣味。從奢華派對到真實瞬間，觀眾將全方位感受光亮麗背後的真實人生，不但帶來娛樂享受，更大啟發人生的雙重體驗。名人富豪明星演員陣容，勁演員陣容絕對星光熠熠，包括劉晨芝、知名父趙世曾、趙世曾女兒及成功商業女性趙式之公，巨星洪金寶的媳婦周家慧，香港小姐冠軍張明，演員及馬來西亞拿督之女莊思敏，時尚界星級營師和網絡紅人馬天佑。節目還邀請了一些世著名的國際 DJ 和藝術家，包括 Ersamhab、Nervo 及 Bassjackers 參與演出。對於音愛好者來說，絕對不容錯過。幕後團隊：本節目的行製作人及主要演員劉晨芝 Adrian Lau 曾創下歷史，成為位華人女歌手登上美國 Billboard 流行榜前10名。她也是位知名的演員及製片人，曾與 Martin Scorsese、Nicole Kidman 和 Colin Farrell 等荷里活影星作。劉晨芝致力於展示亞洲文化，搭建東西方文的橋樑，並持續推動亞洲人在西方市場的影響。
突破娛樂行業的界限。切勿錯過，一同見證社交，留在鎂光光燈下的愛情、友誼及面對挑戰的真旅程。一場充滿光環與磨練的冒險旅程即將展，敬請期待記下2025年3月12日這一天。鎖定 Amazon Prime，瘋狂名人社將於2025年3月下旬正式上映觀看《瘋狂名人社交》。